超級長壽者》，讚譽推薦呢本令人大開眼界嘅書，揭示咗長壽 longevity 嘅秘密唔係靠抗衰老藥丸嘅奇蹟，而係依賴突破性嘅科學進步。兔豹博士引用大量研究文獻，向我哋展示現代科學點樣為更長、更健康嘅生命開闢道路。Katalin Karikó， 諾貝爾獎得主，突破。作者 Eric 兔豹對影響老化嘅各種因素提供了深入嘅見解，並且佐證咗 AI 喺推動生物醫學科學、促進健康同延長壽命嘅驚人潛力。Demis Hassabis， 諾貝爾獎得主， Google DeepMind 行政總裁，一本引人入勝、全面詳盡嘅指南，介紹最新嘅前沿療法，可以使身體煥然一新，預防疾病，並全面提升整體健康。Steve Horvath 老化時鐘 Aging Clock 嘅發明者，試想像一個世界，曾經被認為無法治癒嘅疾病得到治療，我哋可以長期保持更健康嘅狀態。由於 AI 同生物科學嘅根本性融合，呢個未來正在接近。喺呢本扣人心弦、極為重要且考據嚴謹嘅著作中， Eric 兔豹揭示咗正在改變醫學以及我哋生活嘅非凡突破。Mustafa Suleyman，Microsoft AI 行政總裁，喺呢本極具可讀性、引人入勝嘅力作中， Eric 兔豹面對一個充滿誇大其詞、言之過早聲稱嘅領域，以佢身為醫生嘅專業知識，梳理大量相互矛盾嘅證據，將事實同炒作、偽科學區分開來，並為我哋指引出一條健康老化嘅道路。那些思考如何充分享受生命嘅人，將會從閱讀呢本書中受益。Venki Ramakrishnan， 諾貝爾獎得主，《人為何死亡》，作者，超級長壽者，係一本以清醒眼光審視老化驅動因素嘅書，來自一位在過去30年間親歷醫療保健和生活方式最深刻變革嘅前排旁觀者。最重要嘅係，呢本書係一個行動呼籲個人改變生活方式，呼籲醫療專業人員和科學家探索老化不同面向之間嘅新興連結，呼籲社會進行系統性變革，造福所有人嘅健康，特別係那些在健康老化新時代中面臨落後風險嘅人。奉贈麻省理工學院神經科學 James and Patricia Poitras 講席教授 Broad Institute 核心研究員一本非凡嘅書，既提供現實核查，亦提供對未來嘅藍圖。兔豹設法駕馭老化科學，將其同偽科學區分開來，並向讀者提供一個誠實而適度嘅認知，我哋知道乜嘢，唔知道乜嘢。成果係一段精彩嘅書寫旅程，帶領我哋進入一個必將改變我哋生活嘅世界。Siddhartha Mukherjee， 慢病之王，作者，一本文筆優美、充滿證據同希望嘅書。Eric 兔豹關於 AI 將如何減少年齡相關疾病嘅願景，真係令人深受鼓舞。Geoffrey Hinton， 因對 AI 嘅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，超級長壽者，對老化過程、相關爭議以及干預以減輕年齡相關病理 （age-related pathologies） 嘅機會提供了非凡嘅見解。對於有興趣了解我哋理解老化革命嘅人而言，呢係一本必讀之書，為呢個領域嘅未來研究工作提供靈感同希望。Charles Swanton， Francis Crick Institute 副臨床主任，倫敦大學學院醫院一劑詳盡，以證據為本且樂觀嘅真相。兔豹博士表達複雜議題嘅天賦再次展現。Dr. Robert Califf， 前美國 FDA 局長 Eric 兔豹唔單止係一位傑出嘅遺傳學家 （geneticist）、心臟科醫生 （cardiologist） 同科學家，更係我所認識嘅最廣為閱讀、最具公信力嘅健康未來學家。超級長壽者係一本極具可讀性、以證據為本嘅書，濃縮咗那些直接影響我哋壽命 （lifespans）嘅醫學、科學同科技上令人驚嘆嘅進步。一本里程碑式嘅著作。Abraham Verghese， 水的誓言，作者，超級長壽者，捕捉咗當今生物醫學革命嘅非凡潛力。Eric 兔豹樂觀且鼓舞人心嘅願景，使呢本書成為未來健康嘅必備指南。Jennifer Doudna， 諾貝爾獎得主， CRISPR 基因編輯 Gene Editing 技術共同發明者，感謝你下載呢本 Simon & Schuster 電子書。加入我哋嘅郵件名單，即可獲得一本免費電子書，並獲得有關新書發布、優惠、推薦書目等最新資訊。已經係訂閱者？
請再次提供你嘅電子郵件，以便我哋登記呢本電子書並向你推送更多你喜歡嘅內容。你將繼續在收件箱中收到獨家優惠。謹以此書獻給我嘅精神支柱，我嘅家人，我嘅妻子 Susan， 我哋嘅子女 Sarah 同 Evan， 我哋嘅孫子孫女 Julian、Isabella 同 Seneca， 以及我數十年來所有嘅病人。佢哋讓我有幸照料佢哋，並從佢哋身上學習，也賦予我改善醫學嘅動力。每個人都渴望長壽，但冇人願意變老。Jonathan Swift